伫咧宜兰这边，4月初短短6天，全国都募到1亿5千万的捐款，拢是要来帮忙着宜兰的吕诺瑟新妇买防疫的物资，捐予意大利的医护人员。274箱的物资就要载到意大利咯。新妇今仔日再一次甲台湾民众说多谢。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，对我们的照顾，我祝福大家。 新妇真感动，感谢全国爱心捐款伫1礼拜内就募集1亿5千万的新台票，提前达到募款的目标。意大利经贸办事处的代表嘛来见证全国民众的善心。总共捐赠的总共是2000件。防护衣点名录印台湾的日样，拢是来自个人爱心，总共274箱，包括上紧急需要的喙安面达防护衣，也有夏温穿甲药品，1710公斤的重量，特别送往意大利。 是防护衣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也费工，大家也是在抢这个物资。善款会当这么紧的汇集，拢是民众为着报答新妇，长期以来照顾台湾的温情。吕诺瑟新妇24岁就漂洋过海到台湾，帮宜兰建立病院，守护民众健康。这次新冠病毒登上意大利，新妇向外求助，当地确诊病例超过18万，死亡的人数逼近25000人。新妇除了向上天祈祷，嘛逐工甲当地连线了解上新的疫情。即马募到善款，购买大批物资，嘛希望会当顺利送到当地医护人员的手内，保护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健康甲生命安全。